如果近期有關注到國際新聞嘅聽眾呢，佢哋可能會對一則消息感興趣，就係中國空調喺歐洲市場賣爆咗啊！點解過去好長一段時間裏邊，歐洲市場空調係一直發展唔起身嘅，但係唯獨今年空調卻成為歐洲人備受關注嘅消費品呢？咁點解呢一次中國空調能夠大規模進攻歐洲市場呢？咁帶住呢啲問題啊，今日開始進入我哋嘅主題。今日我哋主要分析嘅話題呢，就係中國空調點解可以喺歐洲市場賣爆？點解過去冇發生嘅事情喺今年發生呢？咁講到歐洲啊，其實對於歐洲嘅氣候嚟講呢，咁如果長期居住喺歐洲嘅朋友呢，佢哋都會深有體會啦。其實喺過去好長時間裏邊呢，歐洲啊係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咁過去對於夏天嚟講呢，其實歐洲大部分嘅地區啊，白天嘅平均溫度呢大概23到25度嘅啫，晚黑呢佢嘅平均溫度就大概喺13到15度，所以整體上嚟講呢，夏天佢嘅氣溫都係比較宜人嘅。晚上呢最多開下窗降下溫，或者係喺屋企裏邊配置一啲風扇就足夠解暑啦。咁甚至係講唔上暑字一個字啊。咁但係呢，從近幾年時間嚟睇呢，其實歐洲嘅氣候亦都發生咗顯著嘅變化啦。我哋可以關注到歐洲喺夏季啊，佢嘅溫度持續上升。咁如果過去係依靠風扇先瞓得到覺呢，咁而家風扇亦都冇辦法令歐洲人能夠舒服入睡啦。咁所以呢，空調亦都成為咗歐洲人搶佔嘅一個重要嘅消費品。咁點解歐洲市場過去好長一段時間裏邊，空調一直發展唔起身呢？正如啱啱所講到嘅，氣候係一個影響因素啦。咁另外一個因素就係在於歐洲嘅建築物啦，我哋中國嘅建築物咧係有好大嘅唔同，因為歐洲嘅建築物啦都係有一定嘅歷史啦。嗱，你唔信，你可以去意大利啊、巴黎啊呢啲城市去走一圈，你會發現大多數嘅一啲居住房啊、民用房啊，都係一啲古建築，而且咧佢哋呢啲歐洲住宅啦，好強調嘅係牆體要厚實啦，而且咧要自然通風啦，而且一啲建築物佢哋甚至係上百年、幾百年嘅歷史，而且呢啲本身嘅建築物嘅隔熱效果係非常之強嘅。咁樣一嚟咧，如果天氣係處於非常悶熱嘅狀態啦，咁呢一種建築物亦都會反映出一種弊端喎。就係過去呢種建築物主要係為咗避寒，咁而家因為夏天酷暑而導致本身建築物隔熱能力好好，而家導致屋企裏邊嘅熱氣冇辦法散出去，所以咧亦都導致咗屋企裏邊嘅室內溫度持續攀升，亦都令歐洲人真係受唔到呢種天氣啦。咁除此之外咧，仲受到歐洲環保理念嘅深刻影響。我哋睇到關注到歐洲居民咧係長期接受嘅係減少能源消耗啊，佢哋認為如果唔開空調可以更加環保啊，而且佢哋好多嘅歐洲人咧，佢哋覺得開空調可能係一種資源嘅浪費啊，咁可能咧，如果個個人都會開空調咧，會帶嚟一種叫做熱帶效應啊等等。但係隨住而家歐洲天氣越嚟越熱咧，咁歐洲人越嚟越覺得空調從一種奢侈品變成一種必需品。咁過去佢哋認為空調係屬於一種浪費資源，但係隨住歐洲天氣嘅持續攀升啦，咁佢哋對於空調屬於浪費能源、浪費資源呢種想法，亦都開始發生深刻性嘅改變。咁除咗上述嘅因素之外咧，仲有幾點因素有關啦，好似電費高昂，佢唔似中國市場咁樣，歐洲嘅能源價格係水漲船高，電費支出係非常高嘅。如果你一直開空調咧，咁呢個電費咧係普通居民難以承擔嘅。咁除此之外，歐洲嘅古建築基本上係冇預留空調位，咁所以如果對於歐洲嘅一啲建築物，佢本身係有一啲嚴格嘅限制、嚴格規範嘅，咁如果你喺歐洲嘅老式建築物裏邊咧安裝空調咧，咁自然可能會涉及到一啲安裝打釘
或者係安裝外機啊，咁呢啲咧可能會對於外牆啊、建築物本身會構成一定嘅損害。咁此外就係安裝費用高昂啦，我哋睇到歐洲嘅人工費用係基本上係國內嘅4、5倍甚至係7、8倍。咁如果喺中國市場咧安裝一台掛機啊，咁大概係幾百蚊啦。咁但係喺歐洲市場，如果你想安裝一台空調啊，包括外機啊、內機啊，咁整個安裝費用咧可能涉及到幾百歐元，甚至係上千歐元。咁呢個安裝費用有時候咧會比成個空調機器會更加貴，所以亦都有一句話就係喺歐洲市場裏邊咧，空調已經成為普通人嘅奢侈品，而唔係成為一種奢侈，而唔係成為一種必需品。所以呢一點咧，亦都讓好多歐洲人啊，就感覺到安裝空調確實係一種非常之艱難嘅事情啦。咁點解今年中國空調能夠全面打開歐洲市場呢？歐洲天氣悶熱本身厚實嘅牆體唔容易散熱，呢個係直接嘅原因啦。另外一點就係中國嘅空調廠商非常之聰明，佢哋已經充分對歐洲市場進行調研啦。佢哋生產嘅分體式空調呢，唔需要打孔，唔需要安裝外機，即插即用，精準適配歐洲嘅需求。咁對於大家嚟講，過去就擔心你喺空調安裝嘅時候咧，需要打窿或者係需要安裝外機啊，咁自然會對建築物會構成損害啦。咁而家中國嘅空調就直接通過呢種分體式嘅空調咧，唔需要打孔，唔需要安裝外機，即插即用，咁就可以解決咗兩個問題。一個就係對於歐洲古建築物嘅保護，第二個就係解決咗安裝成本費用高昂嘅問題。咁所以如此一嚟，咁對於歐洲人嚟講咧，空調嘅安裝成本或者係政策嘅限制一下子解決咗啦。咁同時咧，對於好多歐洲人嚟講，而家嘅天氣實在太悶熱啦。咁佢哋通過呢種分體式嘅空調咧，唔單止可以喺室內使用，而且咧帶出去亦都可以使用。咁既然方便咗佢哋嘅需求，亦都滿足咗環保嘅要求啦，咁自然嚟講咧，佢哋亦都係非常之願意去購買中國空調啦。咁點解呢一次捉住呢一波機會嘅係中國企業，而唔係其他嘅企業呢？咁歸根到底與幾方面因素有關啦。第一，中國嘅企業往往係具有非常之完整成熟嘅產業鏈啦。咁對於歐洲美國或者係中南亞市場呢啲企業咧，佢哋雖然亦都存在一定嘅產業鏈優勢，但係咧相對於中國市場嚟講，佢哋嘅產業鏈係相對之分散啦，冇中國市場咁完善啦，而且喺中國市場特別係喺粵港澳大灣區如果你想揾到一個零件、一個螺絲或者一個小配件咧，1小時交通圈就可以完成你所購買嘅配件嘅需求。咁喺全球市場裏邊，呢個基本上係做唔到嘅。呢個亦都係中國企業產業鏈優勢嘅體現。咁除此之外咧，包括中國企業喺製造成本上具有一定嘅優勢啦。交貨速度非常之快，而且中國企業交貨速度係遠遠高於歐洲企業、美國企業嘅。咁對於中國企業嚟講咧，近年嚟不斷去加大研發創新力度啦，可以從空調嚟講咧，包括唔淨止係一個空調而且隨住熱泵一體化嘅推廣啦，咁而家空調唔淨止係單純嘅降溫，而且亦都可以有暖氣一體化嘅功能咁我哋可以睇到中國企業生產嘅產品亦都更加適合全球市場嘅需求啦。所以對於呢一次中國空調能夠打開歐洲市場咧，其實對我嚟講亦都並不意外，甚至唔淨止係歐洲市場，喺美國市場咧，我哋隨處可見中國品牌嘅身影。咁可想而知咧，中國企業確實係發展得非常之快，而且經過咁多年嘅發展咧，佢哋喺全球市場嘅產業鏈已經係非常之完善、非常之成熟啦。所以綜上所述，中國空調能夠喺歐洲市場賣爆，呢個唔淨止係技術產能嘅體現，而且亦都反映出中國企業正式咁樣走出國門，而且中國企業喺海外市場已經係打響咗
品牌號召力，所以呢一個咧，亦都可以見證住中國企業正在做大做強，逐漸喺全球市場裏邊咧，國際大舞台裏邊咧，已經係具有一定嘅話語權以及一定嘅競爭力啦。咁對於中國空調點解可以喺歐洲市場買爆，你又點睇啊？歡迎大家關注我節目，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邊講講大家嘅睇法。我哋下期節目再見。